大部分香港人可能覺得新界鄉村太平清醮就係一個傳統嘅中國民間慶典，又或者係新界鄉村舉行嘅嘉年華。喺慶典中，我哋可以睇到舞龍、舞獅同埋神功粵劇戲等娛樂活動。喺長洲嘅太平清醮、飄色、搶包山等等嘅環節，更加吸引咗好多島外嘅市民嚟到參觀。儘管呢一啲嘅節慶活動都係太平清醮入邊唔可以缺少嘅元素，然而太平清醮嘅道教儀式起源當中嘅道教儀式同埋佢豐富嘅宗教意義，就一直乏為人知。醮呢一個字嘅本義就係祭祀，太平清醮就係為咗祭祀天上嘅神靈而舉行嘅宗教儀式活動。喺香港，所有太平清醮嘅舉行都係有周期性嘅，短嘅例如長洲每年一屆，長嘅就好似上水、大網仔60年一屆，但係比較常見嘅鄉村醮係5年一屆或者10年一屆。好多新界太平清醮嘅起源都係由於村民得到神靈嘅幫助，消除咗地方瘟疫，因此合鄉還願，答應周期性舉辦太平清醮，以酬謝神靈嘅庇佑同恩典。幾百年嚟，新界各個鄉村花費巨資籌辦太平清醮，目的就係祈求上天保佑本村家口平安、消災解厄。透過醮祭，人同上界嘅神靈建立密切嘅關係。一方面，村民祭討神靈，求福賽願；另一方面，通過道士設壇奏章，神靈降臨醮場，聽取村民嘅祈願，接受祭祀，並赦免人間嘅罪孽。喺太平清醮中，道教透過儀式嘅實踐，將佢嘅宗教信仰具體落實喺民間嘅節慶習俗之中。民眾嘅宗教願望正係透過道教嘅儀式語言嚟到表達同埋實現。醮會中，道教儀式最重要嘅部分係延真降靈，上界嘅神靈被邀請降臨醮場，以福群友。太平清醮中嘅神靈祭祀活動，同一般鄉客喺廟宇上香祈福嘅性質係唔同㗎。喺醮會中，主持祭祀儀式嘅唔係鄉民，而係由鄉民聘請而嚟嘅正一派道士，或俗稱喃嘸先生。換句話說，所有祭祀儀式都係依照道教傳統科儀嚟到舉行㗎。因此，太平清醮應該話係一個道教同民間習俗相結合嘅宗教節慶傳統。根據道教儀式嘅要求，太平清醮若果要達到祈福養災嘅效果，鄉民就必須嚴格依照道教禮儀，聘請作為人神之間嘅中介者道士嚟到主持醮祭。亦即係講，就儀式嘅本身宗教性質而言，太平清醮係屬於道教嘅儀式。太平清醮嘅內容相當豐富。今次我哋主要以2005年乙酉年大埔太亨鄉5年一屆嘅太平清醮作為具體個案，同埋附加1994年元朗下村同2005年沙田九約太平清醮嚟詳盡介紹新界太平清醮中各項道教儀式嘅內容同埋佢嘅宗教意義。太亨鄉位於新界大埔南部。太亨鄉舊稱太坑或者太坑，全鄉族姓文氏，係新界5大鄉族之一。相傳大埔太亨鄉文氏世系定居喺該地已經有6、7百年。據說文氏嘅遠祖文天瑞係南宋抗元名將文天祥嘅從兄弟。據明崇禎東莞縣志，文天瑞嘅孫文應倫隨文天祥嘅細佬文璧防守惠州，入清降城後，文應倫同佢嘅二子逃遁至寶安縣一帶，長子喜東有5子，
次子喜男則有二子，佢哋共組成寶安縣文氏七大房，太亨鄉文氏則為其中之一房。喺太亨鄉，村民主要信奉天后。村內天后宮建於雍正5年，亦即係1728年，離而家已經有200幾年嘅歷史。天后宮係村民祭祀活動嘅中心。廟內坐北朝南嘅正中央位置係天后元君嘅神像，左旁神壇供奉金花夫人，右旁神壇供奉福德正神。除天后宮之外，太亨鄉仲有文帝古廟同埋觀音古廟。及至近年香港流行拜太歲神，村民又喺天后宮旁增修元神殿。歷來舉行太平清醮嘅場地就係喺天后宮裏面同埋天后宮外面前面嘅地方。太亨鄉由幾時開始舉辦太平清醮已經無從稽考，但相傳至少已經有200年嘅歷史。太亨鄉而家保留一份年代久遠嘅手抄醮簿，記載咗醮會各項法事流程同埋種種籌備祭祀嘅細節。醮簿係村民記錄，以便留俾本鄉後人籌備醮儀參考用嘅。能夠擁有呢一類嘅醮簿，一般只有喺歷史久遠嘅新界鄉村先可以見得到。據保存呢一份手抄醮簿嘅文人炳先生表示，早喺佢祖父嘅時代，太亨鄉民就已經係依據呢一個手抄本嚟到安排同監督太平清醮中嘅法事同埋供物籌備。我哋打醮嗰陣時咧，有本嘅叫做醮簿，咁咧係我哋係將用呢本醮簿嚟到做個藍本，就話係跟住呢本簿去做打醮裏邊嘅內容啊，同埋嗰個詳細嘅所有嘅細節嘢咧，都係喺咁醮簿裏面咧都全部記錄到落嚟㗎啦。咁呢本書咧就喺宣統2年咧就已經係成立咗寫咗㗎啦。咁樣係交到我手咧，係我阿爺交落俾我嘅。咁就由我哋打完手呢度，打完手就到我哋一路咁去咧，所有嘅細節嘢啊都全部寫晒喺度㗎啦。喺太平清醮嘅道教儀式中，除咗道士之外，其次重要地位嘅就係被稱為元首嘅村民代表。佢哋係透過卜擲聖杯嘅儀式，由神靈所揀選出嚟嘅男性村民代表，負責喺所有道教嘅儀式之中，代表所有村民禮祭神靈。唔同嘅鄉村醮會傳統，元首數目都唔一樣。喺太亨鄉就有10名元首。道士就係醮祭儀式嘅主持者。喺儀式中，道士為村民通感神靈、言真降靈、普施幽鬼。新界鄉村一般稱呼負責打醮儀式嘅道士為喃嘸先生。呢啲係廣東人對在家嘅正一派火居道士嘅俗稱。正一派漢末至唐代稱為天師道，係道教最古老嘅道派。佢嘅歷史可以追溯至東漢末年嘅張道陵天師。正一派道士並不出家修道，佢哋屬火居道士，散居喺民間，收取鄉民嘅酬金，主持打醮、喪葬、超度、酬神、開光等道教儀式。以道士陳君先生為主科嘅喃嘸道士壇，負責是次太亨鄉太平清醮嘅所有道教儀式。
呢一個道士壇嘅傳統係廣東東莞一帶嘅正一派火居道士。陳君先生嘅先祖輩一直喺寶安縣沙井鎮開設廣生堂嘅道壇。至1950年代嘅後期，道壇被當地政府禁止活動。陳君嘅父親陳九道長於1979年移居香港，並喺新界元朗地區重開道壇，稱為陳九道壇。由於來自至少有7代傳承歷史嘅火居道士世家，陳九好快成為新界地區頗有聲望嘅喃嘸道士，經常被新界圍村禮聘前去主持太平清醮。雖然陳九道長於1999年羽化，但佢嘅道壇由陳君道長繼承，而陳君道長已經從2000年開始，連續2屆承擔太亨鄉嘅太平清醮。太平清醮屬於道教嘅儀式，所以當中嘅佈置同埋佈局都體現出道教宗教儀式嘅特色。從施行道教科儀嘅道壇，以至打醮村落嘅附近地方，都需要依照道教儀式嘅要求佈置。呢一啲佈置唔單止區分咗醮場嘅活動範圍，更加係人、鬼、神3界嘅交融空間。一般而言，舉行太平清醮嘅整個鄉村都會被劃為醮場嘅場域。村落嘅東南西北4方都會豎立幡杆同埋幡燈，作用係界定試設醮場嘅範圍，使到人神鬼3界都知道呢一度舉行醮會。喺各個幡燈下，仲會擺放一座紙製嘅神靈牌位，即係負責鎮守醮場4方嘅守幡童子。太平清醮嘅主要道教儀式都係喺醮場裏邊搭建嘅道壇，又稱為三清壇，俗稱喃嘸壇之內舉行。醮會嘅道壇一般係喺村落嘅中心廟宇內，或者喺廟旁嘅空地搭建。越有連太亨鄉建醮嘅道壇，乃係設喺天后宮內，因此醮壇嘅空間結構係以本鄉天后宮為儀式嘅中心。天后宮入口左側係道士三清壇，右側係供奉本鄉神靈嘅神壇。神台上擺放住村民祭祀本鄉神祇牌位同供奉祭品。道壇嘅佈置同村廟神壇係唔同嘅。一般喺道壇嘅香案前供奉嘅神靈係道教三清神，即玉清原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喺三清神旁嘅左右，另外供奉有太乙救苦真人、正一派嘅張天師，同埋龍虎水火四將。喺道壇半空中吊掛住一束紙製嘅大羅天圖同埋28星宿符。喺道壇嘅左右兩側就掛有地府十閻王殿嘅畫像。喺壇外左右兩旁又會築起巨大嘅龍虎異象嘅紙紮神像，目的係守護神壇，防止幽鬼邪魔入侵。喺整個醮場中，最令人矚目嘅神像，要算係嗰個巨大而面上兇惡嘅鬼王大士紙紮神像。新界太平清醮舉行嘅目的之一，就係要向眾幽鬼孤魂施食祭幽。鬼王大士就負起監督從四方八面而嚟嘅餓鬼嘅職責。此外，醮場亦建有其他嘅神棚，供奉住本地城隍神、本鄉信奉嘅土地神、社神、廟神等。喺呢啲神棚入邊，有啲鄉村或者以行像、牌位或者寫上神祇名字嘅紅紙等不同嘅方式供奉住呢一啲嘅地方神靈。太亨鄉嘅地方神祇系統包括4類，各村各處嘅土地福德正神
共17位；有社神，共3位；有本鄉供奉嘅廟神，即係金花娘娘、文昌帝君、觀世音菩薩、天后元君等，共5位；仲有民氏宗族祠堂嘅先世祖先。召會中，本鄉列位神靈係以神位嘅方式供鄉民上香祭祀。根據道教嘅傳統，喺召會期間，召場嘅範圍係要保持潔淨同埋戒殺嘅，因此召場內會專門設立齋廚，供應道士同埋村民嘅飲食。而太平清醮就係人神共慶嘅活動，所以亦會有神功粵劇或者木偶戲嘅上演。戲棚一般建築喺本地嘅寺廟或者供奉本地神明嘅神棚嘅對面。象徵戲棚所上演嘅戲劇，主要係供神靈觀賞嘅。道教嘅科儀內容，除咗透過太平清醮召場同道壇嘅空間佈置體現出嚟，亦都表現於太平清醮中嘅祭壇、祭品、法器同埋樂器。喺道教儀式不同嘅節次中，道士亦都會因應科儀嘅需要，使用多種唔同嘅法器同埋祭品。道教主要係以統稱5供嘅香、花、燈、水、果作為主要嘅祭祀供品。太平清醮中5供必須長期供奉喺道壇內嘅香案上。喺法服方面，有吉課用嘅紅色八卦道袍。法器就係朝臣用嘅朝簡，又稱拂；驅邪同埋宣示威儀用嘅法劍；五雷號令牌；灑淨壇場用嘅水壺；南唱誦經時用嘅雲當、磬、木魚；祭幽時用以召請幽鬼嘅靈幡同破地獄嘅法鈴等。樂器方面就有大板、小板、木魚、小堂鼓、高邊鑼等敲擊樂器，以及嗩吶。呢啲樂器並唔屬於科儀法器，純粹係為道士南唱伴奏，按儀式嘅需要，以不同風格嘅擊樂同埋旋律，增加儀式嘅威嚴。唔同鄉村所舉行嘅太平清醮有唔同嘅醮期，較常見嘅有5日6夜、4日5夜、3日4夜3種。喺醮期中，有一連串唔同節次嘅道教科儀安排喺唔同嘅日子舉行。儘管呢一啲嘅科儀各自嘅儀式內容同埋目的都唔相同，但佢哋之間存在嘅儀式關係同次序，就清晰咁表達咗太平清醮嘅道教儀式目的。要徹底了解道教嘅性質，就要深入研究太平清醮中嘅儀式結構。一般而言，喺太平清醮嘅召會期中，我哋可以睇到以下一連串嘅道教科儀節次：啟壇發咒科、啟壇科、三朝三懺科、分燈科、禁壇科、祭小幽科、啟人元榜、迎聖科、禮斗科、班社科、放生科、祭大幽科。乙酉年11月大埔太亨鄉5日6夜嘅太平清醮，亦根據一般太平清醮科儀節次，分成以下嘅醮儀程序。建醮前一日嘅儀式有：上第三表、取水淨壇、
揚幡、迎神登壇、啟壇發咒。建醮第一日嘅儀式有啟壇迎師、三朝三參、禁壇、打舞。建醮第二日嘅儀式有三朝三參、分燈。建醮第三日，亦即係正醮日嘅儀式有三朝三參、啟人圓榜、掛榜、祭小休、迎聖。建醮第四日嘅儀式有三朝三參。建醮第五日嘅儀式有三朝三參、頒赦、走赦書、放生、放水燈、謝幡、祭大休。建醮後一日嘅儀式酬神。大埔太亨鄉5日6夜嘅太平清醮，乃至新界鄉村嘅太平清醮，當中嘅道教儀式基本上都係依上述次序而舉行。呢一連串嘅道教科儀節次，又可以再劃分為3個部分。首先係上表、啟壇、分燈、禁壇。呢啲前半部分嘅科儀目的係由道士向神靈上奏本鄉舉行太平清醮，並潔淨壇場，準備迎請神靈降臨。而第二部分就係啟榜同迎聖。啟榜同迎聖須於正醮日舉行。當日嘅儀式中，道士會延請上界神靈降臨醮場。第三大儀式部分係頒赦科、放生科及普施祭幽科。呢3種儀式喺醮會最後一日舉行，代表醮會功德圓滿，上天赦免鄉民罪過，村民於是放生感恩，而且又為村內之幽鬼超度解脫，達至人鬼神3界和諧之圓滿功德。好多人都認為太平清醮嘅儀式都係由開壇嗰一刻開始嘅。其實太平清醮有一啲嘅儀式早喺醮會之前已經舉行，就係打元首、訂定吉課同埋發咒上表。太平清醮嘅準備工作一般喺正式打醮之前嘅1-2年就開始着手。村民首先會選擇吉日，以及喺本鄉廟宇進行打元首。透過喺神靈面前卜擲聖杯嘅方式，選出10名嘅男性村民成為元首，以代表村民侍奉神明。喺太平清醮中參與所有由道士主持嘅儀式。選出元首後，村民會延聘堪輿先生為醮期擇日。現時新界大部分嘅鄉村都會聘請玄學專家蔡百麗先生，依據元首嘅時辰八字同埋當時當地嘅地理風水嚟到訂定某村舉行太平清醮嘅吉時吉日。因此，醮期嘅訂定其實唔喺道士決定嘅範圍之內。喺擇定醮期後，村民就開始延聘道士，並且彼此訂立合約，定明酬金、道士人數、醮儀內容同埋日期程序嘅要求。醮儀第一個道教儀式就係通表，即係上表，目的係要將舉行是次太平清醮嘅凡間消息上奏到天庭神靈處。上表儀式共有3次，頭2次上表都係喺太平清醮嘅正醮之前一段時間舉行，而第3次上表就會喺醮會之前1日舉行。喺上表儀式中，道士書寫某鄉某年舉辦醮會、元首名字、向神靈祈求等等嘅內容嘅表文。並用劍割雄雞嘅雞冠取血，
浸於酒碗，與酒混合，向四方潑灑。之後又會喺表紋上用雞頭點一珠點，目的係去穢同埋注入陽氣。道士叫呢啲做開光掛紅禮。然後道士又會將表紋連同紙製嘅值日、值時公曹使者同公曹馬一齊焚化，象徵住將表紋送至天庭。建醮前一日嘅禮儀包括取水、揚幡同埋迎神燈壇。取水同揚幡係喺上第三表後舉行。取水嘅儀式由5名道士陪同10名元首，去到鄉村附近溪谷清流中，提取最自然同潔淨嘅1桶水，倒入龍水缸。高公道士用紅紙封印，貼上3張符，接住酒茶潑地，焚化元寶。取水嘅儀式結束，道士同元首重新列隊返回醮壇。龍水缸就安放喺三清殿前嘅主桌旁邊。龍水係聖水，醮事結束後分龍水俾村民，具有符水嘅作用。之後鄉民會喺道士嘅指引下，喺鄉村四方樹立幡燭同埋幡燈，即係揚幡。揚幡具有建立儀式空間嘅作用。幡燈下會設置守幡童子嘅牌位，以供道士喺醮期每日3時前來行朝禮拜。幡燈嘅作用係引領附近4處幽鬼前來該處召會，同時幡燭同幡燈亦都劃分咗神聖嘅醮場同凡俗空間嘅範圍。新界太平清醮一般喺道士開壇發咒之前，會先迎請本鄉嘅地方廟神以及土地正神等進入醮場，稱之為迎神燈壇。儀式比較簡單，亦都唔需要道士主持。嚴格嚟講，呢個唔屬於道教儀式，道士只係站喺旁觀者嘅位置。建醮嘅鄉民從本村嘅各個村廟迎請地方神祇嚟臨醮場，呢一點同由專業道士通過正規文書公函，比如說表文，迎請天界諸神降臨嘅道教儀式，形成強烈嘅對比。地方供奉嘅神祇唔係由道士迎請嘅，而係由本鄉村民以非常熱鬧嘅廟會巡遊方式，用轎載住去到醮場。迎神燈壇嘅過程充滿住中國地方鄉村節日喜慶嘅熱鬧氣氛。迎神嘅遊行隊伍浩浩蕩蕩，一邊敲鑼打鼓，一邊舞獅助興，有時更大放鞭炮。咁樣就把鄉民供奉嘅神像或者神位迎入醮場裏邊嘅其中一個神棚之內，完成燈壇嘅儀式。開壇發咒科儀意味住太平清醮正式開始，一般喺正醮前一日嘅下晝或者日落後舉行。呢一個古老嘅道教傳統稱為肅啟儀，呢個亦都係點解醮期一般係5日6夜、3日4夜，多出嚟嘅一晚，正係為咗舉行肅啟儀。就道教嘅科儀嚟講，開壇發咒科
先至係太平清醮嘅正式開始。開壇發咒科儀包括3個主要部分。首先，儀式開始，道士同元首會分別企喺香案嘅左右，面對而列，高公持笏拜天地，燒淨水符3張，將灰放入水盂，噴灑四方。隨後行肅衣整冠禮，先由禮生帶領，每一位道士同埋元首都會喺水盆前洗手，並到鏡前整冠正衣。全部完成之後，開始賜酒，道士同元首各飲一杯。所謂賜酒，係神靈下賜之意。賜酒完畢，第2部分開始。高公道士邀請宋劉二將軍、五方五氣軍、解穢官軍等天官淨潔場地。佢嘅形式係將解穢真符焚化，接住高公道士步江搭斗、化符、寫咒、噴水等道法啟建道場，並就請眾神降臨壇場。啟壇嘅第3部分稱為發文書或者發咒，道士會召請上中下3屆公曹嚟臨壇前，代為將召會嘅牒文同埋表彰奏告3屆神靈，通告本鄉現正修設太平清醮。道士會宣讀元首手中嘅異文，上面寫有太亨鄉村民嘅姓名。之後行開光掛紅禮，道士會焚化公曹使者同埋公曹馬。喺火光中，公曹使者攜帶文書騎馬而去，上稟天庭。喺醮期嘅每一日，道士都要喺早午晚朝拜神靈，並行拜懺儀式，以潔淨身心。一般會稱朝神同埋拜懺呢2套儀式為3朝3懺。不過佢嘅先後次序係：早上有早課早朝，午飯前係午朝早懺，然後係下晝嘅晚朝午懺，以及晚飯後嘅晚懺。3朝之中，早課早朝係道士每日早上第一個儀式，較為隆重同需時較長。當中早課係每日喺本地神靈前面舉行，較為簡單。之後嘅就係早朝，係道士每日第一個道教儀式。較為隆重嘅係建醮第一日嘅早朝，稱上大朝，或者特別稱為啟壇迎師。叩頭3拜，叩詔，開叩詔，康叩詔，陰旁之後。午朝同晚朝比較簡略。喺朝神儀式中，道士會先行喺道壇內行午朝禮，禮讚3清神，然後就會到道壇外朝拜醮場內其他神牌嘅神靈，包括城隍神、鬼王大士、
各手翻童子，眾位地方土地神祇。公民路嘅護衛道德上，打敗禮士群霸拜周情，知天能顯天將，已經嚟臨到咗烏巢前鬥，互可為鏡，互以為情，強皮齋超數過分，下圈提咗了命終身人以身通，以民相待，以所揚州，金銀寶隨你再話翻前，將火焚化煙境外防，天涯嶺嘅一般新界太平清醮嘅道教科儀中，懺科係比較簡單嘅科儀。道士喺道壇前面念懺文，目的係為自己同鄉民懺悔罪業，潔淨自身，以獲得召會嘅功德。朝懺係例行嘅科儀，亦都係道士一種修行嘅功課。因此，所有道士都能倒背如流，無需科儀書嘅幫助。分燈科儀一般喺建醮嘅第2晚，即係正醮日嘅前1晚舉行。就其宗教意義嚟講，分燈科儀象徵宇宙開創，期望萬象復歸本真。靈寶玉鑑卷1有云：請光分燈，以發日月星斗之圓象，令壇所內外洞明，上下交映。因此，分燈之火有和合陰陽，而生萬化之功。呢一個正係太平清醮透過周期性嘅道教儀式，達至淨化乃至更新鄉村嘅宗教目的。分燈科儀書有云：三途經悟，各分還原，反來妙有之真機，感妙虛玄之日向，合德合序，成始成終，依法通真，立而頓道。分燈科儀分為2部分，首先係鳴金鐘擊玉磬儀式，道士們敲響唔同次數嘅金鐘同玉磬，金鐘互奏，玉磬交鳴，象徵宇宙陰陽嘅和諧同天地嘅形成。道士以金公衣鬥飯宿嘅先由道士誦讀招呼諸陽神嘅照陽符命，鳴金鐘陽代表陽聲25響。陰神淺降戰真身起，下諸照壇，比念精專。然後再奉經誦讀招呼諸陰神嘅照陰符命，擊玉磬代表陰聲30響。即壇公，係今有近玉符文聲嗰嚿，拎個名，招同六大將軍，行緊都懷，行緊升壇，血底振聲，朝真，手執用神將影，生起須接如文者，左復神根應慶和明間，報虛之了。之後，道士向把守陽神群之門嘅神霄辟飛將軍同把守陰神群之門嘅神霄禁欲將軍發出陰神集合令，即宣讀辟飛、禁欲牒文。9年農曆4月22日，正喺虎岩之科市場，幸運得成㗎。道士落下功名無窮大大，咁樣包齊那代，有壇前將歌頻頻。壇公，係繼續行30樣。領命。隨後交替奏響金鐘、玉磬各36次，共72響。
奏完，道士宣讀義文，元首姓名，最後在鳴金鐘9響，擊玉磬6響。金鐘玉磬禮至此完畢。十方陽德之靈同九地陰冥之宰全集於趙壇。分燈科儀嘅下半部係請光分燈儀式。道士秉燭舉燈，將寫有大聖玉清聖境原始天尊字樣嘅大燭獻奉原始天尊，大聖上清真境靈寶天尊嘅大燭獻奉靈寶天尊。大聖太清仙境道德天尊嘅大燭獻奉道德天尊。隨後，道士取下壇上小燭，傳給等在後面嘅眾元首。元首將小燭點燃，象徵本地神靈嘅蠟燭。此時高公念唱讚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普照天地，光明見清。咁樣嘅分燈科儀，表達咗萬物皆由道所生成嘅道理。值得注意嘅係，鳴金鐘、擊玉磬同埋請光分燈儀式，皆屬道教古老嘅科儀。佢嘅歷史可追溯至道藏保留落嚟嘅唐宋時代道教科儀傳統。禁壇科通常係分燈之後舉行，而且亦例必會喺正醮前一日嘅晚上舉行。呢一項科儀係太平清醮中道士建壇儀式嘅最後一項。禁壇科又稱淨壇科，目的係結界召壇，召請天兵神將前嚟協助布下五方結界，嚴防邪鬼侵入，淨化壇內嘅一種儀式，使道場成為召會中舉行法事嘅神聖場域，以準備迎請上界神明降臨壇場。正式禁壇儀式之前，會加插打舞嘅部分。打舞嘅用意係召集天兵神將練習武藝，一般包括舞鷹槍、舞火隻、投火球、火流星同埋舞火魚5個項目。最後將火魚置於道壇香案之下。打舞嘅表演性質好強，鄉民亦都樂於以娛樂嘅心態觀賞。打舞之後就係正式嘅禁壇科儀開始。道士以5雷號令牌喺內壇香案前曝光搭斗，
化符祝咒，以潔淨內壇。並召請黃、馬、趙、康、殷5大元帥、28宿等天兵天將蒞臨道壇。道士透過曝光、念咒進行5方結界階段。首先，高公站於壇前，面向東方，命令青龍於東方結界念祝。然後從斗中拔出青靈似露九氣天尊之幡，架在肩上，右手持劍，劍尖貫符，自東隅，將之焚化。按照同樣嘅程序，高公對南、西、北、中4方發咒，向南方丹寧真老天尊，西方浩寧王老天尊，北方五靈元老天尊，中央元靈元老天尊發出咗結界嘅命令，內外不許停擾分。完成結界儀式後，道壇就得以淨化，超凡入聖，以待迎請天界神靈嘅降臨壇場。小丘係一個向本鄉小鬼超度施食嘅科儀，但由於喺醮期最後一日有普渡4生6道孤魂嘅大丘科儀，因此小丘係簡略嘅，同其他科儀比較，有時都冇固定嘅先後次序。喺小丘嘅科儀中，道士會召請各類孤魂幽鬼嚟臨醮場接受施食，並向幽鬼們說教。道士先會講述地府種種酷刑，並指出佢哋受到此等痛苦，皆因生前一念之差，遂至末後受如此千般果報，何不當初早悟，免受今日辛酸。不過幸得醮主修齋設醮，佢哋嘅罪孽得以解脫。我同九相人，天蛇下座，貪人同者即咽喉自波，因人同者得骨肉消形，考慮邊推，爭功半塔，前差兩步，跟隨失身，慘斬橫掉，舉解身形，由湯火熬，晝夜互停，聞者悲傷，點聞拉坑自受。點話上天無口，一地無夢，靈官獄則公允罪人，史時獄中胡靚罪人，受胡靚枯錯，皆因前身醫念之差，雖至別後受至千般果報能為，不惜痛楚難言，知幽魂等種，點聞在生時值，思量化計謀有人家公司，下命害人殺生胡數，姑娘思後煩惱。喺小丘儀式之後，加插一場賣雜貨嘅環節。喺賣雜貨儀式中，一般會擺設有2對4個紙紮人偶，放喺鬼王大士旁邊。佢哋2人係地府判官，另外2人係賣雜貨嘅商人，係嚟向幽鬼兜售各類物品嘅。為善者好，為惡者就唔好啦。因為咧喺陰曹地府啊，道士會分別扮演判官同商人互相問答，喺佢哋嘅對話中，亦都包含咗向幽鬼說教嘅元素。不過，即使冇呢個模擬嘅對話環節，判官同商人嘅紙紮人像仍然會喺當晚放置喺祭幽嘅地方，象徵幽鬼喺嗰度購物同埋聽教。每一個太平清醮嘅醮會現場，令人印象深刻嘅係寫滿村落全部居民名字嘅人員榜。而舉行啟榜嘅儀式當日，一般被稱為正醮日，係太平清醮祭祀嘅高潮。官員鄉紳以及鄉民都會齊集慶祝。掛榜儀式當日，
道士會先喺榜文末尾用毛筆簽上自己嘅法名，署名之後，見召鄉村代表接過榜文，將佢舉過頭上，捧到榜棚，喺嗰度從榜首開始黏貼，逐漸將全部榜文都貼喺榜棚嘅壁上。貼完之後，道士從頭念起人名，並喺人名上點珠。民國華、三男、民國明、四男、民國成、長媳婦啦張嘉怡、次媳婦陳海慈。近幾十米長嘅榜棚上貼住紅紙墨書嘅太亨鄉全部居民嘅名字，如此上呈天界，祈求得到神靈嘅庇佑賜福，場面壯觀。村民一般都會好仔細咁喺榜文上尋找自己家族成員嘅名字，檢查有冇錯漏。對佢哋嚟講，呢一個係關乎能唔能夠得到神靈庇佑嘅重要問題。除此之外，道士仲會貼上款榜、職榜同埋幽榜，又稱降臨榜。呢三種不同嘅榜文。款榜嘅作用係宣告召會各項法事嘅內容、程式同埋目的。職榜係表明主持召會嘅道士嘅神職身份，而幽榜就係向幽鬼告示召會正在進行中，提醒佢哋需自行醒悔，接受施食同埋超度。迎聖科係正召日當晚舉行嘅儀式，就整個太平清醮嘅道教意義嚟講，呢一項儀式佔住整個建醮祭祀儀式嘅最高地位，因為喺儀式中，道士會迎請三清、玉皇上界神靈降臨壇場，參與召會。迎聖科儀係喺外壇舉行嘅，長壇嘅佈置亦同平時唔一樣。首先，道士內壇香案上嘅三清神牌會被移至道壇嘅入口外。紙製嘅玉皇大帝神像同本鄉嘅主神神像或者牌位，亦都會被移至道壇外，放置喺三清神嘅旁邊。喺壇場入口就會設有紙製嘅牌坊，上面寫住公營聖駕。喺科儀中，兩名道士禮生邀請天庭嘅東西兩班眾神，並由公曹符利傳遞表文，恭迎三清、玉皇等上界神降臨醮場。科儀開始，高公道士會南誦奉行主科事，誠惶誠恐，稽首頓首，遙空奏請三清四梵十極九霄，金闕黃房，駕接仙女，三界官屬，四海朝元，兩班真宰，一切威靈。喺公營聖駕牌坊前，會鋪上一條長白布，並會喺上邊散花作仙橋狀，然後將三清神、玉皇同埋本鄉神明經長白布移至道壇內。
放回喺內壇嘅香案上，象徵神靈已經降格嚟臨道壇參與召會。班社功德集會迎祥，眾羊手排班軍隊，天街路前參拜，跪低叩頭。第5日係最後一日，向三清、玉皇、北斗等迎接天界嘅上位神靈嘅拜禮，到第4日已經全部完成。而家剩低嘅就係寬赦陽界生者、鎮撫冥界幽鬼嘅儀式，有頒赦、放生、祭大幽等儀式。頒赦科又稱為走赦書或走文書，呢一個係為寬赦村民而乞求北極紫微大帝嘅一種赦罪儀式。鑑於建醮期間，村民誠心懺悔，並以齋照誦經功德，上天赦免村民喺2次建醮之間嘅罪孽惡行。儀式步驟係1. 向天庭派遣赦官，接受天帝所頒嘅赦書。鄉民以快跑嘅形式，捧住稱為赦官嘅紙製騎馬使者，帶同赦書，圍繞太亨鄉急跑1圈。然後嚟到道壇前，將赦書交到象徵赦官嘅高公道士手上。高公道士接到赦書之後，即向村民高聲宣讀赦書，代表村民已獲赦罪。跟準依教奉行正一自波市神弟子陳雲家成教。讀完之後，將公槽同赦書焚化，象徵赦官攜帶赦書回到天庭，奉呈天帝。前一部分稱為走赦書，或稱走文書；後一部分稱為頒赦。放生儀式喺頒赦科儀後舉行，村民因為得到神明嘅恩赦佢嘅罪孽，故施善行，將鳥籠入邊嘅小鳥放歸山林，回報神明。喺召儀吉課中即時立功。已經攔場召啟，地官標層公換衝和房山順命，佢以山隨尊殿位，故無躲以無偏，六道分形，自不知而不識。鳥在天而在央，過得其所。雲從龍，風從虎，亦復而思。其之能假以無，以及推兩十法。身業本存於大道，性情我是於真常。蓋谷能練離陀星，哈里陳燕觀欣賞。遲了反報，上場孝武之身，王閃朝聲著孝。昊天之禮，乃是前生我業，自受今世醜形。裝滿疊疊滿洲，學化威威化學。希是在陽街之網，天仙化牛嶺之蟲，迷幻而思，起引殺去，因湯去網得種乾坤。太公直調公齊日月，依根照子太坑鄉眾神人膽，被辦之財，收稅以等勤而生命。庭商經解釋訪能央，粵文生機過得頭能之樂。桃花浪兩，即隨豹尾飛騰，庭商計言堅單持重。洋洋偉偉大天爺，天老滿日要閃，從此功成大變化，新人頭改以人天，不過是一公道。開輪放著解滿放義，水面遊。正如放生科儀書嘅文字所稱，喺呢個科儀中，亦表示出眾生平等和諧嘅道教精神。祭大幽係整個太平清醮中最後一項科儀，
目的係為幽鬼施食同埋超度。就整個太平清醮而言，呢一項科儀被安排喺最後，具有雙重意義。首先，村民獲得上天赦罪後，以超度幽鬼為功德善行，去報答上天嘅赦罪，咁同放生科儀嘅目的係相同㗎。而另外一個目的就係潔淨鄉村，由於鄉內同埋周遭或者會有因為種種原因死後無人超度嘅幽鬼孤魂，呢一啲幽鬼被認為係污垢不潔，佢哋橫行天地間，對人間造成危害。將幽鬼超度，能夠達至淨化鄉村以及恢復人鬼異界之間和諧秩序嘅目的。祭大幽儀式一般需時約2個鐘頭。由於祭大幽召請嘅幽鬼數量眾多，儀式必須喺法力較大嘅鬼王大士面前進行。喺儀式中，高公道士結光明手印，破九幽地獄，並召請各類孤魂，從皇后將相、商賈餘生，以至乞丐妓女莅臨道場接受施食，並道出孤魂們各自喺生時嘅種種虛妄同罪孽。最後，道士引領佢哋皈依道法，得以超脫浮生幻夢，得升仙界。喺法事完結之後，村民會進行化大士王儀式，就係將鬼王大士同埋所有幡燈、榜文等太平清醮所用嘅物品火化。當所有物品焚化成灰，象徵住整個醮會圓滿結束。喺獲得上界神靈降福，又超度咗污穢嘅幽鬼孤魂之後，人鬼神各歸其位，達至三界和諧嘅最終目的。太平清醮嘅所有道教儀式喺祭大幽之後結束，但由於喺醮會中，村民迎請咗唔少地方嘅神靈、土地等神像同埋牌位，村民喺簡單嘅拜謝神靈之後，仲要將本鄉神靈送返去原有嘅廟宇之中奉香供奉。呢啲一般就稱為酬神或者送聖。喺完成之後，太平清醮就功德圓滿，齋戒之期亦都結束，村民就會相聚飽餐一頓，呢個就稱為開齋啦。起初因為村民得到神靈嘅幫助，消除咗地方瘟疫，因此還願酬謝神恩，答應周期性舉辦太平清醮。發展到2008年嘅今日，太平清醮唔單止活生生咁展現咗豐富嘅道教宗教內容，更加記載咗香港新界鄉村獨有嘅建醮文化，係道教同民間習俗相結合嘅宗教傳統文化唔可以缺少嘅一部分。喺太平清醮一連串嘅儀式中，道士迎請天上、地下同水府嘅眾神蒞臨醮場，咁樣表明道教神靈系統同人世間嘅生死禍福有住密切嘅關係。村民同埋特別作為代表嘅元首，就係希望透過喺醮會中禮讚同侍奉神靈，獲得眾神嘅降福同赦罪。
而喺幽冥世界嘅孤魂，亦都透過翻燈同道法，被召請嚟臨召會，得以同村民一齊共沐神恩，解除飢寒同埋怨結。